镜头转来咱国内，总统赖清德伊就任了后，头一届民进党的全大会，中常委改选的结果出来啊。虽然新大会顺利摕到6席有过半，不过新潮流是比顶一届减1席，也那英系是甲苏系来合作摕到3席，也那陈定辉伊是摕到1席。总统赖清德接任了第一摆民进党全大会，大家拢咧看党公职改选投票的结果。党员同志，咱来团结，团结，再团结，合作，合作，再合作。原本有50席中常会当中，新潮流加上亲来派系，因包揽7席，结果投票出来，新潮流为原本3席正做林俊宪、区志辉2席，其他有内包含郑国辉、陈茂雄、杨延辉、王定宇、历史友谊、张佩玲、民主华水、洪新汉，加加总共是6席，勉强过半。和郑国辉除名陈廷辉、杀破中回。抢占上头前，苏系张通亮1席，英系有王世坚、苏地分2席。乌鸦比喜鹊好啊！乌鸦带来一些警语，那大家都和音天使的话，那我们台湾现在立刻升华成天堂。因为这位台文坛系统的中执会投票的时阵，邓小平正做废票，后来清朝本届南流林义景中止落尾，也有一个党代表邓正做废票，和郑国辉、杜冠廷1票之差杀输。我们既然产生这种分裂状态，票数本来就比较紧迫。这场选举影响一届县市长大选的布局，高雄市长柯伟哲已经有烟消味。要是为2026，那也是正确。好，那重点是在于我们执政是不是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。兄弟登山各自努力，然后很好的传统，然后就是说，在竞争过后，结果出来就会立即团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